结合出强烈穿透力。其实说实在话，小时候我不喜欢听山歌，我觉得它那是老掉牙的东西。但是慢慢因为我寻了根之后，我慢慢的去品味它。寻根其实是因为曾经找不到情感认同。然后每次当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会总觉得跟这个地方我是格格不入的。我到底我是谁？我的家乡在哪里？为了了解我是谁，许梦月开启一系列寻根创作，特别为建国100年创作的舞马《客家》，一幕寡归，道尽客家先人迁徙的惶恐和茫然。他到这个土地上，他在开垦，那种的一个无奈，那种要与天抗争的那种那来世的那种力来诠释这一段。一段舞是一个故事，徐梦月用整出舞蹈说一部客家人求生存的历史。祖先告诉我们的这种精神是：你遇到问题你怎么？这就是一个态度，态度，不管是生活的态度、处事的态度，那种就是你永不放弃的。遇到问题应用遇到困难怎么办？不用太，然后不用太，不要放弃。对，感动是最直接的回馈。从创作全台第一部客家舞剧开始，17年过去，信念不变，继续为传承客家而努力。徐梦月自我期许，他创作的客家舞是可以打破距离感的，如同他自己一路寻根，总有好多意外的感动。相信观众们也会被吸引、触动。遇到问题应用唔好不用睇。遇到问题应用唔好不用睇。